台中市南区合富路出现一坑真大坑，有人将车停伫路边了，向阳发现车船起气，落车一看，原来这个大路破一坑，深差不多60公分，车起卡伫大路，会感觉是有够险。警方甲建设局的人员到现场去调查，发现讲，这个大路这个涂骹的水管漏水造成的。这个自来水公司判断，这可能是进前因为地动或者个旧水管破去才会漏水。啊，若真正车的修理，一定会负责。 黑色的轿车才拄伫路边插好势，正面的头前链向陷入去车路的凹坑内底，车主是带一个赶紧落车，看一个怎共去。规个正面的头前链是卡掉咧，车尾吊吊。车主讲，当时落车都发现正面的头前链下骹有一个大凹坑，规台车楚楚卡伫路面，袂顶袂当。 跳起来歪一边，然后我就赶快看一下，然后就发现它那个右前轮那个地方，然后路面整个坍塌下去，也很无言呐。你就觉得它好好的路面怎么会忽然塌下去这样子？这是台中南区合富路，警方含建设局到现场发现这个60公分深的坑，一直有水喷出来，怀疑是自来水管线有破去。 台水公司经过调查，确认是下开管线有损害，造成路基漏了了。测得管漏进场施工，预计15点修妥，影响范围共4里，停水用户约350户。因为附近的住户嘛念讲最近江水无介稳定，台水的判断讲可能是做一个地动，造成牢固管线破去，才会漏水，地势路面洪冲了了。 新老讲，若是车辆因为安尼来受损害，一定会负责赔偿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